聖靈要將呢一個感動611嘅靈加倍嘅澆灌俾我哋呢個大埔611嘅教會。2003年4月20號，喺葉玉山牧師嘅帶領底下，一班弟兄姊妹成立咗基督福音徵兵使團。後來教會同611聯合，並且搬到寶華樓聚會。喺2005年5月29號，大埔611靈糧堂正式成立。其實喺教會初期咧，人手啦、資金啦，好多方面咧都係冇辦法豐富嘅。唔單止係人嘅缺乏啦，經濟嘅缺乏啦，更加咧係因為我仲有一個小嘅 BB。咁咧，我覺得喺嗰段日子咧係非常困難。面對人手嘅有限，神預備咗一班忠心跟隨嘅婦女，唔少係透過牧師主講嘅教養子女講座嚟到教會，當中就包括阿 Ann 同根妹。最初時教會咧其實好少人，咁同埋大部分咧都係基層攞綜援噶啦。但係咧成班婦女好單純嘅，咁牧師教導我哋做啲乜嘢啊，或者係去開組啊，或者查經啊，成班婦女都好樂意去做啦，同埋去聽啦，甚至去學習服侍咯。早期教會嘅時候咧係好多初信嘅人啦，我哋班婦女都係個個都好願意出嚟一齊幫手咯，去傳福音、去探訪都係跟住牧師咁樣去啊。當時見到牧師係好忙嘅，差唔多每日都要去探訪唔同嘅人，就係因為有牧師呢種火熱嘅心。其實我哋當時係乜嘢都唔識㗎，但係都係願意去跟住牧師。而且咧，覺得最重要就係有神啊，因為當我哋咁樣做嘅時候咧，好多家咧就開始改變啦，好多人嘅關係咧就轉化，所以咧本嚟一個太太翻嚟嘅，慢慢個丈夫會翻嚟，咁咧一個一個嘅家庭咧就有好多嘅更新同突破，咁呢個教會咧就開始不斷成形啦。不過，隨住教會開放接受聖靈嘅工作，我哋亦遇到另外一啲困難。教會咧聖靈開放咗，我哋嘅禱告嘅形式啦，有好多咧唔一樣。我哋無論係幫人做醫治啦，幫人祈禱啦，都令到咧好多弟兄姊妹咧唔容易接受。咁喺嗰段日子咧，人數嘅流失咧係多嘅。但我覺得神係好奇妙，就係因為透過我哋咁樣樣嘅禱告，聖靈更大嘅開放，以致我哋咧更加向前行。當教會堅定跟住聖靈走嘅時候，神就一步一步帶領住教會經歷佢嘅奇妙。咁最特別嘅咧就係因為婦女係帶咗好多小朋友嚟嘅，咁所以我哋就有好多兒童嘅工作咧就喺當中開展啦。咁但係實際上我哋人手唔多噶嘛，咁當時咧我就諗到一個辦法，就係我哋可以將嗰啲初中嘅就帶小學啦、幼稚園啦，其實個個都係細路仔嚟㗎基本上，但係就因為咧佢哋大嘅就要帶小，佢哋要承擔啊嘛，就變咗俾人成熟同埋有交代。我哋教會最特別嘅咧，於是呢一班嘅年青孩子一路長大之後咧，佢哋就更加願意去委身向教會。每一次去帶呢啲兒童教會嘅活動啦，去帶敬拜啦，去打遊戲啦，去講故事啦，其實每一個都係建立緊我嘅。仲有當時有一個暑期奇趣班呢，亦都係我哋好多年青人一齊幫手去籌備嘅。咁喺當中咧，其實我係學習點樣去帶活動啦，同埋點樣去有一個團隊裏面服侍啊。而呢班年青人亦都有愛下一代嘅叔叔姨姨願意同行。去到咧2007年先至開始有青少年崇拜，咁我記得嗰陣時咧有錦雄伯伯啊、過律牧師啊、麗珍傳道，佢哋一齊咧去推動咧有呢個嘅崇拜啦，一齊嚟到去服侍。咁後期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姨姨啊、叔叔一齊去加入，同我哋一班嘅年青人咧去行過呢一段嘅時間。好感謝主可以使用我牧養教會嘅一班嘅年青人，感謝神嘅帶領，感動一班嘅年青人能夠好着心地去參與。喺弟兄姊妹嘅同心服侍下，教會穩定發展。自2009年開始，教會恢復慶祝節期，寶華樓嘅場地慢慢已經不敷使用。當我哋咧喺寶華樓時代嘅時候咧，開始咧人數不斷嘅增長，你又發覺咧地方開始狹小啦。咁我哋聽得到咧大埔商業中心呢處咧有地方喎。當我哋嚟到睇嘅時候，哇都好開心。但係好可惜呢處租金貴，比起寶華樓咧貴幾倍租金喎。咁牧師咧就帶領我哋憑信心啦，咁我哋就搬咗嚟咧大埔商業中心。你發覺咧我哋咧更加大嘅發展，人數咧又不斷嘅增長，而且咧個經濟嘅收入咧唔會構成任何嘅問題。我哋真係好感謝主。2010年9月，教會由寶華樓搬到大埔商業中心。第二年1月，
舉行獻殿禮。當我哋搬嚟呢一度嘅時候呢，家庭式嘅嗰個教會呢開始轉型。以前呢嘅教會，就算有好多知識分子嚟到我哋教會都好啦，佢哋好難留得住。咁但係呢，搬咗嚟呢一個商業大廈之後呢，成個教會就有好多唔同嘅人都吸納到嚟到我哋當中。整個喺商業中心嘅呢個嘅教會呢，越嚟越發旺嘅。承接611嘅異象，嚟到商業中心，教會繼續開展福音工作，同傳遞醫治釋放嘅恩膏。弟兄姊妹同心合意咁籌辦唔同嘅活動，例如音樂佈道會、短宣、年宵佈道、喺公園仔慶祝節期等等，為要將福音嘅好訊息傳揚開去。連長者都走到街頭，同去到老人院傳福音作見證。另一方面，每年舉辦嘅夫妻營同醫治釋放營，令好多夫妻嘅關係同弟兄姊妹嘅生命大大經歷改變同更新。喺2013年，教會仲有一個新突破，就係開辦日間學房。咁當時我哋都會有個擔心㗎，究竟我哋咧能唔能夠有咁多個導師咧？我哋嘅同工能唔能夠合適咧？我哋發覺，當我哋憑着信心聽牧師去講嘅時候，我哋發覺咧，我哋又教嘅時候又好有神嘅恩典嘅恩膏喎。好多咧小組長咧參加咗學房之後咧，得着造就。除咗成人有學房之外，小朋友都有屬於佢哋嘅學房。喺大埔611曾經服侍超過10年嘅麗珍傳道，當時就係負責帶領兒童事工。當初服侍兒童嘅時候咧，的確咧係遇到咧唔少嘅困難。當時人手嘅不足啦，兒童秩序嘅問題啦，同埋程序上邊啊，教導內容上邊咧，我哋需要咧重整。我哋咧都唔知道咧應該點樣做咧會係咧最好。咁我覺得呢一個突破位咧就係母會經驗嘅分享，提醒翻我哋唔係辦兒童主日學，亦都唔係咧兒童崇拜，而係咧兒童教會。神咧真係其實唔偏待人，佢俾得咧成年教會，成年人有醫治釋放，佢哋可以咧被聖靈充滿，佢哋可以起來咧服侍。其實咧呢啲咧一切咧神咧都會係一樣咧係俾兒童嘅。咁我哋咧好希望咧兒童咧都一樣咧係可以起來服侍，同埋咧生命咧係有更新同埋有改變。當時咧我同陸娟咧都領受，我哋咧要辦基督精兵嘅課程。我覺得最重要嘅其實唔係呢啲恩賜嘅訓練咯，係佢培養咗一份對神好認真嘅生命。我喺基督精兵裏邊，我認識到呢個神係點樣啦，我知道呢個神係好神，係嗰個時候我開始決定我要去盡我嘅力去跟從神。我覺得就係因為有基督精兵，我學習咗先同神有關係。當建立咗關係，咁自自然然，當我企喺台上邊，我知道我嗰個唔係一個表演，係嗰個對神嘅嗰一份認真同埋真實。所以去到依家，咁好有幸我可以成為到教會嘅其中一個敬拜主領啦，都係攞住嗰一份真實嘅心去敬拜、去讚美神。服侍兒童嘅過程嘅裏邊咧，其實咧我亦都好中意咧邀請咧年青人咧同我一齊咧嚟到去服侍嘅喎，見到佢哋可以獨當一面，佢哋亦都可以咧帶領佢哋嘅下一代嘅兒童咧嚟到一齊咧嚟到去幫手。睇到咧一代一代咧咁樣去承傳落去，係非常之感恩。其實咧服侍年青人同埋兒童咧，有時都會咧係有灰心㗎，有沮喪嘅時候。但係咧，當我為呢啲嘅年青人同埋兒童禱告嘅時候咧，神話俾我聽，呢一個咧將來會係領袖嚟嘅，呢一個咧係會教聖經嘅。神去提我唔好用佢哋而家嘅眼光咧嚟到去睇佢，而係去用神嘅眼光咧嚟到去睇佢哋。其實年青人同埋兒童咧，佢哋嘅可塑性咧係超過我哋咧所想所求嘅，係無可限量嘅。好多謝咧麗珍姨姨咧，佢俾咗好多機會我哋，同埋咧佢從來咧都冇輕看咧我哋年紀輕，佢會帶住我哋咧去公園仔嗰度傳福音、派單張啦，又會俾我哋咧好多機會去搞 camp 啦、搞活動啦、帶敬拜啦，有好多嘅欣賞、鼓勵同埋建議，幫助到我咧而家咧成為小組長咧，我都學識咧更加多去咧欣賞我嘅組員，同埋俾多啲機會佢哋嘅。上一代嘅牧養的確對下一代嘅生命影響深遠。對於自細喺教會成長並先後委身全職服侍嘅師友傳道同子桓嚟講，
感受特別深。因為喺服侍上面自己都冇乜信心，每次咧同麗珍傳道分享嘅時候，佢都會為我禱告，然之後咧鼓勵我繼續去向前行。喺佢身上咧，我睇到咧好多佢對神嗰份嘅熱情同埋信心。其實佢呢一個嘅影響力都不斷咧去鼓勵我，我都好想有一日好似佢咁樣咧去被神使用。而咧玉山牧師咧就係喺我咧冇方向嘅時候，佢咧就鼓勵我繼續咧去服侍神。我讀學房嘅時候，佢鼓勵我啦，咁我冇錢讀書，咁佢直情係俾埋錢咧我去嚟到去讀書。我感覺其實佢好似我第二個媽媽一樣，佢好着緊我，佢都好想我有一日咧即係睇到咧生命嗰個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俾神嚟到使用。我記得有段時間咧就係我成個人咧比較抑鬱啊。即係常常咧都係好負面啦，郭立牧師都係好關心我，佢仲咧特登每天晚上咧就網上 call 我，然之後咧同我一齊睇聖經，同埋咧同我去禱告。每一次同郭立牧師禱告讀聖經咧，我常常咧都會有好特別嘅領受。郭立牧師係好重視我哋自己能唔能夠經歷神嘅，所以佢會鼓勵我要自己去禱告，我要自己咧去聽神嘅聲音。我都會學習咧要鼓勵啲組員自己要嚟聽神嘅聲音，自己要嚟經歷神。因為由上一代嘅用心栽種，先有下一代嘅茁壯成長，帶住由上一代而嚟嘅祝福，佢哋繼續服侍同牧養新嘅一代。喺2015年嘅時候咧，青年牧區嘅發展咧非常之快。咁當時其實已經有一批咧好穩定，譬如阿以恩、子桓呢一批，佢哋都係好委身服侍嘅一批嘅年青人啦。咁後期咧亦都有新嘅一批年青人咧去長大，就係阿浩山、阿可恩呢一批。佢哋大部分嘅時間咧，佢哋都係留喺教會入邊咧嚟到去服侍。暑假入邊咧，我哋會做一啲嘅暑假 camp 啦，甚至我哋會有呢一個嘅話劇，亦都係因為有呢一班嘅年青人。佢哋就發動咧，讓下一批嘅年青人佢哋一齊嚟到去投入服侍，甚至喺幕後裏邊，我哋都會睇到佢哋去編劇啊，佢哋去做導演啊，佢哋做好多嘅道具。咁我哋見到哇，原來年青人佢係有咁多嘅潛力。當佢哋去委身喺呢一啲嘅服侍嘅入邊嘅時候，我哋發現咧，神又係透過呢啲嘅事工去建造佢哋嘅生命。2020年年初，突如其來嘅新冠疫情席捲全球。教會暫停實體聚會，好多人喺隔離當中，對教會嚟講係前所未有嘅挑戰。但神依然掌權，好奇妙咁，教會恰巧添置咗一啲影音器材，使到我哋可以迅速咁以 YouTube 進行線上崇拜同神禱。各小組又以唔同形式繼續喺線上聚會，讓弟兄姊妹嘅生命繼續得到餵養。但係其實人嘅心咧係唔得噶嘛，因為人嘅心係好難過啦，好唔開心啦。咁當時咧，我哋就開始咧去探訪。其實人都唔想俾你探噶嘛，係嘛？因為個疫情咧都怕你傳染噶。咁但係神咧有一個俾我哋嘅感動，咁於是我哋就開始咧去派禮物啦，去到逐家逐戶咁嚟到去同佢哋傾幾句偈啦。有啲弟兄姊妹回應俾我，佢話牧師真係好多謝你哋咧嚟探下我哋。哇！嗰種鼓勵咧，令到佢哋個心咧被激勵起嚟。我覺得呢個真係好感恩。走過幾年疫情，我哋終於可以自由返到教會，但長時間隔離帶嚟嘅影響仍然喺度。疫情之後咧，其實好多弟兄姊妹已經習慣咗喺線上崇拜啦，所以要翻嚟開實體聚會嘅時候咧，好多弟兄姊妹都唔想翻嚟啦，或者甚至到咧冷淡咗。咁但係咧好感恩，慢慢經過咗一段日子之後咧，人嘅心咧又開始恢復，就願意咧翻去教會嗰度。經過咗疫情，大家對健康更為注重，推動教會設立榮耀大軍聚會。我哋榮耀大軍咧，最主要咧都係用咧做運動啦，同埋健康知識，同埋神嘅話語去牧養咧我哋嘅弟兄姊妹，讓呢班退休人士咧喺身體同埋心靈裏邊得着增長。喺疫情過後，年青一代繼續回應呼召，起嚟服侍神。當我辭職讀學房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掙扎，但係我好清晰咁樣感覺到係上帝呼召我，所以最後咧我就係將我心裏面嗰啲擔心啦，對錢財嘅擔心啦，對前途嘅擔心啦，或者對服侍神嘅嗰個疑惑咧都放低咗，我就可以下定決心去辭職同埋讀學房咯。我係24年嘅時候開始帶3個中一嘅男仔嘅，其實我帶嘅時候好單純嘅，
嘅，純粹就係因為我細個咁樣俾人牧養呢，我想將呢樣嘢傳落去。咁我覺得神有幽我一默嘅，因為我細個一開組嘅時候，我就會即刻匿埋啦。咁結果而家我帶嗰3個組員呢，有啲又真係會喺教會度匿埋啊。但係因為教會嘅每個角落都已經俾我匿過晒呢，我而家聽到佢哋腳步聲就知佢哋匿邊度，就好快揾到佢哋出嚟。喺疫情過後，神亦都帶領教會走進新嘅階段。喺2023年，神將呢個感動放咗喺牧師同同工團隊嘅心入邊。神呢就俾咗一段聖經我，就係詩篇30篇第11至12節。喺當中呢就講到呢，神要將個哀哭呢要變成喜樂，要將呢個麻衣呢都要脫去，而且呢，神嘅靈、神嘅榮耀呢要向我哋當中。呢個靈就係榮耀。牧師同同工團隊同時領受到教會要改名。喺2023年10月，大埔611靈糧堂正式改名為榮耀611靈糧堂。而接落嚟，神亦都讓我哋睇見佢更大嘅榮耀。英國教會咧能夠開展，可以話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神蹟。因為我個細仔咧響19年去英國讀書，當時咧我去到嗰處嘅附近嘅教會祈禱嘅時候，神就同我講咧，英國教會會有復興，好多人會湧入教會。當時我好感動，我話神啊，我都好願意咧嚟到去擺上。幾年後，牧師再有機會去到英國，喺神嘅帶領下，認識咗一啲弟兄姊妹，並且開始教導同牧養佢哋。24年嘅7月，有一班弟兄姊妹就嚟自母堂啦，我哋自己教會咧就去到英國嗰度短宣，咁咧又開始咧辦好多嘅醫治營會啦、夫妻課啦，乜嘢都有，咁咧變咗有好多嘅弟兄姊妹嚟參加。因着英國呢一班弟兄姊妹嘅熱情同委身，喺2024年8月，伯明翰榮耀611靈糧堂正式成立，成為榮耀611第一間分堂。回顧過往20年，神親自帶領我哋跨越一個又一個嘅風暴，令我哋如鷹展翅上騰。我哋唔知道未來嘅日子會係點，但肯定嘅係，我哋嘅神，榮耀嘅神會一直同我哋同在，願一切榮耀歸俾佢。